日继续来看面册一个农业的卖种专业，叫做林白好油，版主林如虹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因为进口两个问题，一直咧炮轰着农业部，结果互人甲恐吓。检警追查的结果实在互人想袂到，竟然是林如虹本人自导自演，讲是林如虹拜托伊一个好朋友，叫做柯铁斌甲恐吓。柯铁斌利用一种叫做 VPN 的跳房软体，伫新北市永和用面册来发消息，甲林如虹恐吓。检警发现这两个人案发的前后拢有联络，甚至阁有录音档，嘛将做破案的关键。即马这个柯铁斌防收押禁见，林如虹家己嘛袂堪的压力来退党，退出掉民进党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还是必须保护我的家人，所以。我接下来我的粉丝团会停更。想到处理的人性命安全，被网友威胁，林白好友版主是讲甲真艰苦，伊是上早惹了，包西鸡卵过4个月，搁伫咧超商通路批，引起进口鸡卵的大风波。佮讲家己受到恐吓的批，毋过这一切拢是家己搬、家己演。可能用倒空袂证据，却法院裁定押起来禁见的恐吓案嫌犯，原来和林如虹早就熟悉。扣案的相关的电池记录里面有发现，他们在9月21案发前的下午1点多就有彼此的通讯联系。嫌犯注册面册何可芬，叫你迄天被暗暝超工用行到咖啡厅，佮用 VPN 跳办包设 IP， 将面册换相片，10分钟内甲恐吓内容传出去，佮行登去关内家己大所在。警察分析涉案的时间 IP， 往回推出连续地点，其实就伫咧新北市永和咖啡厅锁定嫌犯了后2人，查扣到的对话录音档嘛真做证据，知影家己无地走，朋友报名2点歌红压起来。迄天下午6点，林如虹破面册，就先甲大家会师咧，讲真侪年来伫咧评论农业政策和农业的议题，对着收集抹黑，佮无实在指控，伊无法律才会做出错误的代志。毋过伊强调，这恐吓的内容有的是真的，有一部分是请朋友斗相共，所以因为家己无真正想过，想要到伫咧国民党党部上班的代志引起风波，佮看党政相片讲会去退党。面对全部的责任和问题，已经害朋友，犯恐吓和规则分碎关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